恁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圣的。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带咱来敬拜。大家平安。我们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在我们顺境，在我们困境当中，我们都要常常喜乐，因为神有他的计划，也有他的时间。我们也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就常常喜乐。让我们用诗歌一同来赞美他。喜乐，相助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落地苦楚都不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就是有定时，落泪洒中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空虚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抛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我们的心被主爱来充满，带着热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福音。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赞美他，常常喜乐，相助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落地苦。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就是有定时，热泪洒中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动情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一切重担，来到。面前有主人，我们的心被主爱来充，我们的心被主。是的，主，我们的主永远不离开，不离弃我们，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我们耐心等候，让我们常常喜乐。感谢主，我们利用诗歌来敬拜，更多的渴慕，寻求在他的当中，让我们的心摆上，让我们的灵在他的当中。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
心，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使我们更多的爱慕、寻求他，更爱我们的主。神啊，我恳切慕你如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感的相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更多的渴慕，更多的爱他。我们从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不细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感的相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感的相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唯有你是我心所爱，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要来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看启文，我来启，请恁来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伊予我的灵魂静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教我一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这时，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每一日、每一时刻，你拢听阮的祈祷，互阮会当连结甲你三做伙。但这是阮渴望你的话，互阮会当伫每日的早起
享受甲主你同在的平安甲喜乐。也愿主你做阮的愿望甲帮赞。但今仔日，阮要伫你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不只是敬拜你，更加听你，搁较深。那你听阮共一样，即时愿你的灵甲阮三甲之地充满伫阮每一人的心，透过祭牧师所讲出的话，互阮得到帮赞，也互阮有平安喜乐。因阮知所有一切的疼，拢是对主来，这是你对圣经的教示。但阮着彼此相疼，安尼阮着心内生出平安甲喜乐。愿主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无因为艰苦，无因为病痛来失去对主的愿望。愿知所有拢出自主你的旨意。愿主你也甲阮三甲之地，对伫未到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愿你也甲因三甲之地，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也永远充满伫因的身上。愿也将这个广播社伊所推行的事工，交托是主你的手中。愿你也坚固因所做一切的事工，互因伫即100年来所做的事工，中建伫即个台湾即个所在，也互台湾一切的福音的讲团，拢有文理事工因所做每一项的工课中间来显出。但即是阮也满心感谢主你，甲阮伫即个时，阮要安静阮的心来听主你的道理，也求主你引带阮，互阮每一日拢会当有主同在来喜乐。阮即时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即时咱要来请即个放总团来报道。
是咱要来看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2章第12章28至31节，甲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5节哦。这是我来读，请恁来听。有经学士一人到，听因辩论，知耶稣咬印，就问伊讲：这个诫命中，倒落一条是第一要紧？耶稣应讲：迄个第一要紧的是讲，以色列啦，着听主，咱的上帝独一的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31节第2个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其余的诫命，袂有比这2条较大。过来，咱来看提摩太第1章第5节。第5章，因为我甲恁藏伫天里的愿望，就是恁前伫福音真理的道所听见的。以上，这是咱要来请季牧师来证道。今仔是听主较深。才能各自本党心社会祈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充满我，来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让我们的干枯的心灵也能够得到滋润。让我们我们的孤单也能够得到主你的爱的陪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赦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才因为诗会就跟我说，是用也可以用华语，用台语。你知道这个长老会的老牧师大部分都习惯用这个台语。要是用华语的话，可能在那个舌头都会打结啊。不过因为我在将近10年前总会派到马来西亚这个华语的教会，那个地方全部都要用华语，所以那个当然我以前牧会的教会也因为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大部分都台语不太灵光，所以我就用华语讲道。那在整个也都是用敬拜赞美跟我们教会差不劣势很类似这个我们敬拜赞美有半个钟头然后才进入到神的话语。那这个整个用语言上的问题，我想是语言是沟通的问题，那语言也能够在传达上帝的福音。今天只是公报社的主日我代表在公报社来到贵教会来请安报告，也感谢过去大家为公报社的文字事工大家的支持。因为我们语言可以传达，但是语言传达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一段时间就忘掉了。那特别我们这个上年纪的。那刚才你给我讲一句话，等一下我要转个身就忘了说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是那假使有文字的话，呢，你刚才说上帝很爱你，我看到文字，慢慢我就可以去回想。所以这个文字可以让这个时间能够延续下去，然后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文字可以一直保持这个记录假使圣经没有用文字来表达，那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来看到神的话语。那所以这种情况，那这个文字的事工，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神学、很多的解经、很多的见证，都要透过文字来表达。那我们现在台湾就是用北京话华语的文字来表达。我想
文字的东西，我们就是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帮助大家能够认识上帝。只要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我们用任何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接受。那当然，这个文字事工上面，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现在不单是要用文字来印刷书籍来表达，那这个以外，现在有这个一直慢慢进入到网络，那最近又进入到 AI 的问题这些都要靠这文字文字上来表达。那文字里头就能够我们认识上帝，通过认识上帝，我们然后再能够体验上帝，然后能够真的是了解上帝真的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成为一个文字事工。当然我有时候有人说我也没有上过什么神学，我也没有上过什么任何的门徒训练，我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然后可能有些人在文字上文学很好，然后你可以透过文字来传福音。特别现在有网络很多人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手机你都有 LINE， 对不对？你用透过 LINE， 然后人家传给你，你认为这句神的话语不错，然后你把它传过去，然后透过这个这句话，可能就会能够安慰对方，也能够拯救对方。所以这个文字事工是一个很重要。那我们没有办法亲自成为一个宣教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工具这科学的工具，然后来表达，来表达福音，然后带领人能够认识上帝所以这个事工成为一个很重要，可能以后会发展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文字上这个是都需要，因为那个工具会改变，但是文字上不会改变。那以后我们是用华语，或者是可能会有些人会懂得日文的、日语的，或是英语的，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然后来传福音，成为一个这文字宣教士。然后我们也能够在背后，我们来支持这个事工，因为那个以前是要靠印刷现在有时候要靠网络，那靠网络可能的那个公报社他们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那这个就是要靠大家的支持，因为公报社他们没有一个固定会友，那公报社的经费的来源就是靠我们长老会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个大家来支持大家来奉献来关心。那你们可以成为后勤，就是然后这个奉献文字事工的文字宣教士。感谢过去大家一直在支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这个事工来祷告支持我们。很感谢大家今天代表公报社就这样来向大家表示过去大家的支持，希望未来也大家能够继续支持，谢谢大家。然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然后我定一个题目，就是一个爱主更深。那我们教会有这个叫敬拜赞美，那个年轻人一定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印尼的一位牧师所做的《深深爱你》，有没有？深深爱你，这个诗歌这个诗歌让大家跟这个爱主更深，这个是很重要。那你看这个爱，这个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体会到上帝的爱。你知道这个实际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为是什么他说用大爱，然后实际那个师父他本身以前也都是在这个教会里所以他知道这个爱
能够吸引人，所以他用大爱，就很多人去关心。然后他们的爱是用物质上来支持，这个是这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等一下我们要从希腊文来认识他的爱是不是是圣经上所说的爱？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然后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那个诗歌里头我们要常常喜乐。你要怎么样常常能够喜乐？有些人他说我买了新衣服，哇，我就快乐。然后我去市场买了一个弯腰的衣服，弯腰牌什么是弯腰牌这个阿嬷都比较能够认识因为都叫爱的。我这今仔衫袂歹我在这个买下呢，个水呢，所以我心就快乐但这个常常喜乐里头，他就我们刚才有唱的这首，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冰冷的心被主爱充满甘苦的心灵我被心灵被主爱充满。”为什么要写这样呢？因为那个作者他本身他遇到的整个家庭的小孩子的问题，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才能够能够让他喜乐起来？就是因为透过这样，然后做这首诗歌来帮助自己，也帮助很多人我们要怎么样常常喜乐？就是要靠主喜乐这是整个这诗歌的一个很大的意义。那另外一首诗歌就是如入切木溪水如入切木溪水，这个是作者是为什么会做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很多人这个听唱到的诗歌都会很感动，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作者、那个作词、作曲的这个牧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常常到处去服侍。那去服侍的时候，他要服侍之前，他的未婚妻跟他说：“我们解除婚姻，我不再嫁给你了。”那时候他心很痛。他说他到上帝面前，他说：“主啊，我要去服侍你，我常常服侍你，我那么热心的爱你，你怎么让我快要结婚的一个未婚妻，然后要离开我呢？”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就给他这首诗歌。这首诗歌里头，他就体会到这个，就像那个如入切木溪水。因为这样，所以透过这个诗歌里头，他就体会到上帝的爱。所以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木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因为就是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那这个未婚妻不是我唯一的爱。当然，他敬拜的时候，他就在说到说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这个很重要。这句话，这个爱带给他力量，这个爱带给他盾牌，就这样他能够得到能够这个舒畅。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很勇敢的心，很有力量的心，就是去服侍。所以这首诗歌帮助很多人我说这首诗歌可以说什么？思念的人唱起来特别有感觉、有味道婚姻上有问题的人离婚的人唱起来也特别会感动。因为什么？唯有上帝是我们心所爱。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对象、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不是我们心所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真的是只有靠主能够喜乐，靠主才能够得到力量。所以因为这样，他说：“我灵单单渴慕你，我灵单单渴慕你。”这个就是这些我们的重点，
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这个地方。感谢主，我们这个要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刚才我以前我都是在那个电视上，好像许频道那边看到这个棒中这个棒中他们那个那2位夫妻，就是我那个吴老师，我很认识他，因为他以前是阳光合唱团的一个弹吉他的主唱的人，知道吗？你要是知道，就是跟我同样年龄的，因为他也是70几岁了，我也是78岁了，他大概应该是80岁了，但是他年纪那么大，他能够用棒中跟他们那个夫妻再来演奏诗歌。我这个棒中，因为我是很喜欢音乐，然后我觉得棒中，刚才我看到棒中团他们在献诗我们透过这个音乐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然后我觉得说，棒中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是拿一个音嘛，对不对？你是拿哆，你是拿咪，你是拿嘞，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接触这个棒中，那我想说，万一2个人应该是现在要打咪，结果我是拿咯来也敲了，这样可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但是呢，从和声学来说可以，因为什么？咪跟咯在一起就是很和谐的。有学过和声学的就知道我在学校也学过这个和声学，所以大家是一个拿咪，一个拿嘞，这个应该是现在敲咪，结果是嘞的人也敲出来，可不可以？你们不想回答，我说也可以，怎么样？是变成不协和，不协和变成什么？变成现代音乐。所以你咪跟哆这是传统的然后咪跟哆呢就是现代音乐。那现在的音乐家他们不习惯用和谐，他们习惯不和谐的，从头到尾到后来都是用不和谐。不过我们老师给我们说，但是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就是一定要回到和谐的音，咪跟哆不可以用，但是还是继续用不和谐的，表示是什么？这个音乐，这个诗歌没有结束。你们上过这一堂音乐课了也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和谐，我们说一定要这样才比较好。但是有时候不和谐也有不和谐的味道，不和谐的感觉也没有关系。这造成到我比较现代，所以我用不和谐。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穿衣服，这个裤子这个膝盖的地方都挖了一个洞。这个阿嬷看到说你的裤破去啦，我来给你挺起来嘞这个就是观念上的差距。然后透过这样，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我们用怎么认知的方式，只要合乎真理的，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上帝都是愿意接受。你用喜乐来表达爱主也可以，你用哭的来表达爱主也可以，你用生气来表达爱主也可以。你说你怎么牧师你怎么讲这个对上帝那么没有礼貌了？怎么可以对上帝生气呢？你要是看诗篇里头也有这个诗人，他就是真的是对上帝非常生气，因为通过上帝的生气表示他的内心的情绪。有时候这样子能够得到上帝的爱那这个当然要看情况而定。然后今天我们很快来了解爱主更深透过这2个经文来让我们认识
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主，然后透过这样的爱主，能够得到主你的主的恩典，主的祝福。第一个他就是有这个文士，就是特别那个宗教家，他这个问耶稣说我们的诫命当中是哪一条最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摩西律法，摩西律法里头10诫是为中心，所以他们想说耶稣一定说第一诫这个是第一诫我是上帝，你们不可以拜我这样。他一定想说耶稣会这样回答，想不到耶稣他在新约里头，他很多在解经就跟那个这个文士完全不一样不是他不一样，是会把它更深入更能够更详细的解释。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诀的第一重要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再来爱人如己，这个就是这2条诫命最大的。他说到这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4项里头，这个是在申命记里头就有提到的，其实在摩西律法就有提到，但是这个他爱人如己他就没有提到。在这个保罗为了让大家能够这个上耶稣所说的爱是哪一种爱，所以他这个就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他说这个爱着的来源就是诫命的总归，命令就是诫命这个诫命，它这个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我主要的主题的经文，这是爱是教会的 DNA。然后这个教会，我说刚才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教会的生活方式，我们有办了很多的社区活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是因为爱，因为爱我们才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然后这个就是这2条诫命，就是耶稣他把它归纳，就是一个律法、先知一些道理的总纲，就是目的，它的重心点。所以这2条诫命在我们基督教十字架信仰里头，它是一个真谛。真谛就是什么？真实的真理，真实的真理不是道理道理跟真理有很多差距真理就是从神来的，道理就是从人的来的，所以强调了对上帝和对人的爱是相辅相成的，彼此能够帮助。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他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背圣经都没有问题，到现在的背圣经常常会刚才背又忘了，背了好几次还是忘了。但是今天你学到一句话，信望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几节？13节。13这个13在西洋人他们这个这3这个13这个礼拜5就是什么？黑色的日子，是不是？这个然后你透过这样你要思考这个信望爱，这个是圣经到底记在哪里？你今天很容易的记着哥林多前书的13章13节，因为你说这个黑暗的日子有上帝的爱，哇，就整个就亮起来了。然后信望爱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就像耶稣说我来是要要给生命，而且生命更丰盛。丰盛，这个是在哪一卷书？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什么地方？你今天课在记着第2条，双十节。双十节就是第10章
第10节，所以双十节是很丰盛，然后耶稣来，他就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然后这2则经文就是耶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然后2个经文，第一个，你眼睛闭着啊，我问你啊，哥林多啊，这个信望爱是记载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耶稣说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在约翰福音的什么地方？第10章第10节。你们都很聪明。等下结束以后，好，我一个考试，假使忘了再回来，牧师再帮你复习一下。我想是没有问题的，感谢主。上帝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他会透过这个爱来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这个爱就是啊，不但是最重要，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啊。你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从什么开始？你要怎么得到上帝爱？是从关系，能够彼此关系啊，不是按律法。我们啊背了很多的经文啊，做了很多的啊这个经文啊，这行律法，那个就是表示我们爱，这个还不足，不是不好哦啊，不要认为说不是否定这个我们被圣洁，不是这样啊。大概我们讲到这个都是一个很好，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啊彼此有关系才能够带出爱来。所以这点的这是界面啊，也啊这个根据是跟上帝爱的关系。这个不是一个命令而已啊，这个不只是命令，而且我们要爱的回应。你真正的啊能够认识上帝的爱，你就是用爱的回应来回应上帝啊。就是这个圣经里头啊，我们知道啊这个简体字的爱，你们会不会写？这个投影片这边有看到哈，他的爱里头的应该爱，你看第二行，他的爱下面这是爱跟这个上面跟下面的中间有心，对不对？简体字有没有心？没有心。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简体字的时候，我不否定简体字，这个我以前我也不晓得，我常常在写都是这个中国大陆还没有简体字，我常常会写简体字，这个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写出来的，但是现在才知道，从这个有新的爱跟没有新的爱有什么不同？简单说，这个有新的，你没有新的爱，就是成为一般的朋友。然后有新的爱呢，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没有新的爱，那个关系不是会很密切，但是你有新的爱呢，会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爱子更深的生命，爱人也会爱得更深。是因为我们有靠主的爱，才能够去爱对方，做爱人更深。那必须要怎么样？要先深深的爱主，爱主爱到什么情况？我说是爱到什么情况？爱到整个你就像你茶杯那个装那个水，把它装进去，这个水都已经满出来的，你能够这样爱。有人说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到对方的爱，就是因为对方只有他把爱放在心里头，他没有满出来。当你有满出来的时候，对方也能够得到爱。假使没有满出来的，对方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爱。所以这个爱到满意，有些人他说，我就感觉不到你的爱。这个爱啊，这个姐妹跟弟兄啊，这个有在婚前跟婚后会有不同啊？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说不同呢？在婚前啊，在彼此恋爱的时候，这个弟兄特别说我爱你，我爱你啊，然后到婚后呢，然后这个太太也一直在讲说我爱你，我爱你。
但是请她的丈夫，她说你爱我，你说你爱我，结果弟兄讲不出来。我们弟兄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诚实的回答，因为我也是这样。师母给他说，到现在说，你说你爱我，叫我说我爱他，我好像不习惯说，到现在还不习惯，真的是很传统啊。这个很保守，但是姐妹呢？哇，姐妹不是。姐妹从这个恋爱婚前到婚后呢，到老啊，还是这份爱，就是放在它里头，也是希望得这个爱。弟兄姐妹，弟兄们，有没有听到？没有人阿妹了，还是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我要再大声点。这个弟兄，我们要说，所以这个要彼此在这个爱。我去加拿大的时候，那有位姐妹。这个姐妹，我去的时候，那是60几岁，那个姐妹说40几岁，比我高大，比我胖。哇，她这个，因为外国人习惯就是拥抱表示他们的爱，他们这个拥抱这个爱，不跟这个男女之间那个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这来就给你抱着，哇，这个因为他个子很高，这好像母鸡抱小鸡我就。把我抱着，他抱着，他还用语言来表达。他在抱着的时候，他就说：“I love you。”我第一次听了，可以给我陪不习惯了但是呢，因为在那边2个月的上课，那以后呢，我看到他，我这手就拉这样，他就跑过来，I love you， 哇，我就很高兴，很习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需要这个爱，我们不但需要这个人的爱，我们更需要上帝的爱。所以，耶稣他所说的这个爱，我们要怎么样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呢？你就是要用心、用爱用这个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力。所以这个尽就是什么？尽就是全心全意，它就是什么？这个心就是什么？这个不保留，不分心。为什么有人这个结婚以后会离婚？就是要分心的，要分心，他对象分心，他这个事业跟婚姻好，他就这个事业把这个婚姻分心了，所以就这样。那个就是不是我说我一生爱你，一生是前面的一生，后面的余生没有爱，这个就是不是尽。尽就是什么？一生余生都爱你，这个才是一个这个希伯来语它所涵盖的，就是心就我们要全心全意，不分心不保留不保留一些然后全心的爱主，所以把所有的一切既无这可以说既无保留、无分割、无条件的爱神。刚才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爱他讲到的爱是什么？是怎么样无条件的？然后上帝不要求部分的爱，而是要全心、全生命、全意志、全能力的爱他这个也很重要的，不是一个部分。我有时间才来爱上帝，我有时间才来服侍，不是这样。他用全心全意，然后这个耶稣他就讲到说，你要怎么样这个尽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全部，然后要什么心，第一个心要全部。这个心是包括什么？在这希腊文它里头包括什么？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然后我决定去爱上帝，我用情感，我的意志。我意思是我决定全然投入。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尽心，要全部我们的心，就是讲到这个soul， 就是讲到这个灵魂，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我们当有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爱主，所以我们要用我们能够呼吸的时候来爱主。这个要用全部的生命本性去爱上帝。什么是本性？是上帝按照
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本性。上帝给我他的爱的本性用这个本性去爱上帝、爱人，所以整个生命跟灵魂的奉献给上帝，爱上帝。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敬意，就是你不但用心，而且也是要有智慧，要有思想，要有这个深爱主的思想。我们这个意念，我们就是要用头脑去想的时候，我们用意志思想去爱上帝。所以这个是这个爱，在圣经里头讲的爱，是一个有思考过的爱。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说你要用你的脉，也可以说用你的头脑去爱上帝，用心爱上帝，用生命爱上帝。最后一个就是要用体力，用体力去爱上帝。这个力量用的全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去爱上帝。以前有一位宣教士，叫做李秀全牧师，他以前在美国牧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很富庶在美国能够也这个华人牧会能够1、2千人的会友，也就不简单了。但是上帝呼召他去宣教，他去哪里宣教？去泰国，去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在宣教。然后教会的人说：“牧师这个牧师你年纪大了，不要去了不，你要是喜欢宣教，你去了几个月或者1年，你不习惯，你还要回来，你回来就好。”但是他在神面前，他只要祷告：“主我已经60岁了，我不能说我一生爱你，我一生奉献给你，因为什么？60岁了就是他说。”主我余生奉献给你。年轻人可以讲我一生，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只能够讲余生，不能讲一生。然后他的师母呢，这个腰椎没有办法站直，所以腰椎很痛。他就爬在这个地板上，他跪着上帝说：“主我用我的身体的生病，他不是一生余生，他是用生病，我用生病来服侍你。”他就这样，真的是2个人做一个宣教。这个就是嘛，这讲到力量。所以当你有力量的时候，要好好把握时间来服侍上帝。这个就是让我们刚才我们的棒中眼睛要好一点，不然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字幕。那我们知道那个吴老师他们都是把音符背在头脑里头，但是要背在头脑，你的头脑要保持很精明。然后呢，再来你这个手，有些人就是手已经是50肩可不可以拿起来？50肩手拿不起来，对不对？你50肩拿不起来，你的半帮钟就什么拿不起来，对不对？不过鼓励你，你假使有这个50肩问题，你要参加这个半帮钟，然后这样拿，那这样甩到后来呢，50肩就好了。这个很棒的医疗音乐治疗，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这样透过我们的要尽性尽心尽力的爱主，也能够得到蒙福。然后这个爱呢，我们就一直讲到说是爱。刚才我分析分享这个爱呢，到底这个圣经里头讲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不是有心的爱，没有心的爱，这个重点就是还不是在这里。真正的爱是什么？不管你有心的爱或是没有心的爱，我说那个字不是说你没有心的爱了，这个就不好。这个真正的爱，他这个时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真正的爱必须做到这里，才是真实的爱。这个就是重点。所以那个命令的总归就是摩西的律法，圣经的教导。这个教导的总归一句话，就是要达到一个爱的目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他说这个爱呢，这个爱才能够你教导人要能够带出爱来。像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小组查经里头很多的这个这已经很好很棒，这个要带出来。你每次在查经的时候，把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我们要学习到爱，然后有没有做到爱？你要是有这样做的爱，那这样你的查经就很有意义。然后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爱？我们唱这个如切莫吸血，我常常吸的，我是不是有被主的爱来充满？有没有感觉到这样？你要是有这样，然后这个敬拜就带来是很有意义。然后这个爱不是爱主而已，也能够是爱人。所以这个爱，刚才我说，这个爱为什么会有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在这里，他这个希腊文，他们所说的爱，他们用来表达爱有很多种。我们这个中文或是英文说 I love you， 这个一般的我们的英文这个爱就是吧，这是同一个字，但是希腊文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是圣经它新约会用希腊文来记录呢？因为怎么样？希腊文他们这个文字上，他们的哲学很详细，分析的很透彻。今天我们学到这个爱，希腊文的爱是什么？它的希腊文的发音就是阿嘎贝。我们这个华人很厉害，把它用中文说爱加倍。你从爱加倍，你就说你爱再加爱再加爱，这个爱加倍加到无限次，爱 n 次，然后这个就是什么？爱加倍。所以你们不懂希腊文没有关系，我在学校也是学过希腊文，但是不晓得在中文怎么翻译的那么巧妙。这是爱加倍阿嘎贝，然后这个阿嘎贝就是什么？在指上帝的爱。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讲到上帝的爱，都是在讲用阿嘎贝。然后牧师，你说除了这个阿嘎贝以外还有吗？还有。我们先来了解阿嘎贝，它这上帝的爱，这个一个很神圣的爱，是一个意识的爱，在长久的爱，不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是理性的爱。然后这里头就会带出来，这个不是爱加倍的爱，那是人的爱，那是不神圣的爱，那是那个不是一个很绝对的爱，不是我一直要爱你，一生爱你，不是长久的爱，是可能暂时的爱。它这个不是爱加倍的爱，就是会改变的爱，会有条件的爱。你爱我，我才爱你。然后这个有时候是非理性的爱，这个里头这个我住的地方对面有一位这个黑道牧师是传道，我们对面那邻居是黑道，不过他人不错，很好。然后我去了不久以后，他结婚了，他太太长得很漂亮。他长得不是很英俊，不过很有个性。我不久以后，他有生了孩子以后，不久以后他们又离婚了。他就是当时可能那个他太太，他是不是很理性的爱？因为他不晓得他这个丈夫有什么不好的习惯，结婚以后才知道以后到底是怎么离婚，我不知道。不过知道。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爱，这个非理性的爱，结果到后来就分开了。这个就是什么？所以这个爱，我们知道
上帝所说爱加倍就是一个上帝的爱，这是一个很神圣的爱，一个很意志决定的爱，一个长久不改变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一个很智慧的爱。然后这个希腊文里头，他说到，我今天只有写用3个来说到这个希腊文的爱。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因为假使我们不知道希腊文他所说的爱的话，我们一直都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为什么我那么爱他，结果他还是不爱我。因为什么？父母很爱儿子，儿子就是不领会、不体会，这是因为这个他是用 storge。希腊文第2个字，它叫 storge， 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爱。所以弟兄姐妹的爱、亲戚的爱，就是一个 storge。storge 这个爱就是不怎么样，不是很真实的爱。然后再来，第一个应该是 eros， 我这边看到了，我没有看到我这边的这个荧幕哈。那第一个是，对不起，讲到说 eros 是2性之间的爱情，所以这是一个性爱。所以很多人很多人男女之间在交往的时候，大部分是停留在2性之间的爱情的爱，这个叫做 eros。它这个叫性爱，它这个性爱就是停留在这种爱情。到第2个就是父母的爱 storge。我发音的不是用英文，我是用希腊文在发音的不然说你会英文的时候，不是你的英文发音好像错了是用英文来表达但是其实它是 storge， 是这个父母这个亲人的爱。这个做一个就是一个philia的爱，philia的爱就是一个感情友谊的爱，大部分都是放在这个友谊的爱。我跟你做朋友，这是一个philia的爱，是这个爱。然后这个爱看起来是很亲密，在温暖不过这个一段时间热，然后后来因为2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很多习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就冷却。这是因为我用philia的爱，这个就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他讲到这个爱，就有讲到这个这个agape跟这个philia的爱就不一样。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今天就不分析到这里。然后这个就是当我们你要是用这个 eros 用 storge 用这个 philia 的爱的时候，这个就是用人情的爱。用人情爱做出来的朋友是暂时的。所以刚才我提到说，为什么呢？朋友之间后来会分开，后来会分开，就是我们不是用这个 agape 的爱，是用 eros 爱，用这个storge 的爱，用 philia 的爱，所以这个爱是暂时的。然后你就是要怎么用人格的爱？人格就是什么？讲到的是你的品格、性格，用这个好的这品格、性格这个人格这样做出来的朋友，这是长久的。所以这个philia这感情爱做朋友是暂时的。一个很重要，能够爱。刚才我们说这个agape的爱是什么？是神圣的爱，是什么的爱？是长久的爱。然后呢，还有什么？谁会讲？刚才我说上帝的爱还有什么？什么？不改变的爱。然后呢，会持续的爱。你要是会了以后，好，等一下祷告完以后，你可以先回家。但是还不晓得，没有关系，牧师再给你复习。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这个爱，真正我们能够教会能够吸引人，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用agape的爱来吸引人。我们假使用这个朋友的爱啦，用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来
这个爱会不会吸引人？会，但是呢，那是暂时的。真正的能够吸引人的爱，就是要用阿嘎贝的爱。这个阿嘎贝的爱然后这个阿嘎贝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出阿嘎贝？你说真的有你阿嘎贝的爱吗？你真的有吗？还是用 Eros 这个朋友的爱，男女之间的爱这个用 Philia 的爱，这个是不是你真的是有没有做这？从保罗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阿嘎贝的爱是什么？他就是第一个，他有清洁的心。所以说我们讲到这样的爱是从清洁的心这个发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一心一意专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是爱你。我以前大部分都在高雄牧会后来最后4年是在台北。来台北的时候，因为台北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济上很发达，所以那个也无形当中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这个在金钱上大家都很需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听一位弟兄跟我说，不是我太太要跟我离婚，他说我看你还不错啊，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他说我赚钱赚得太少了。哦，真的赚太少也是离婚的理由啊。结果后来很可惜，他们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关系，所以因为这样来离婚，这是因为有条件的爱，这个就是不专一。专一就是什么？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我还是跟着你，我还是爱你。虽然有时候像师母说，她说她也是这个74岁了，她跟我说，她看到很多人说这个有老人失智，失智需要人家看顾。她跟我说，她是有一天我失智的时候，你爱不爱我？你会不会照顾我？当然，牧师不可以说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对不对？然后我还是要照顾你这个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心一意，对，这个是我们要纯洁，没有这个是邪恶的念头。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时常来用这个整个我们的上帝的话语，靠着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然后第二个就是无愧的良心，无愧就是一个好的和好的关系。我们要常有存着和好的心我们要跟上帝和好，我们才能够跟人和好。因为跟上帝不和好，就是很难跟人和好。所以我们内心，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亏欠行事做人就是要光明磊落。这个磊落，这是什么？我们光明这是光明正大，这个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什么？无伪的信心。无伪就是没有虚假。他讲很多人这个碰到你这个会讲说这个不错你很好很棒哇，你真的是我很欣赏的人。有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是社交的语言所以我们说社交的语言就是什么？高在交际而已。他不是真心在讲的，这个叫做什么？不真心讲的就是虚伪的，这个不是真心。所以我们要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要怎么做到这个无伪的信心？对上帝无伪信心，你要对上帝要真心相信，然后就能够真的是做到真爱。所以真神不做作的信心，就是活是真爱的一个基础。然后结论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行这个无清洁的心？这个能够做到要有清洁的心，要怎么做到一个
没有虚伪的心，要诚实的心啊，有一个信心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做到有良心，要对得起上帝，对得起人。那我们要怎么能够这样？就是不是靠人？你是靠人的心，我要学习人的心。我想说，可以参考参考，不是不好，但是人的心不完全，只有上帝的耶稣的心才是能够做到啊，能够做到这个清洁的心，能够做到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心，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爱来回应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来爱上帝更深。可以说是我们要以加倍的爱，完全复射的爱，用属灵生命的爱，就能够更深的爱主，也能够更深的爱人。当我们爱主得到主的爱回应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的回应就是什么？会带来复兴。复兴就是爱主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刚才我们有提到圣经经文，耶稣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牧师把它放在最后，为什么应该是要先讲说你们要听，爱注意听？刚才外国人在讲课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你了解不了解？他这个里头，牧师最后要分享的，我刚才讲的，牧师分享的，我们有没有听到？听到耶稣他所说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听？这个听，它的原文就是不是听而已。这个原文希腊文它里头，他讲的希伯来文，他也是特别讲到。你听还要顺服，表示什么？听了还要去做，才表示什么？有听到，不然左耳听到，右耳跑出去，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顺服。所以这个听，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我听到了，然后我要做到，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听。那耶稣。为什么？这干脆说，这个第一条诫命就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这个对以色列人说，那很重要哦。这是什么？我听了，等一下我讲的听了，尽心尽力尽力，你听到了，你要去做，这样才真的是能够做到爱主啊，能够真正得到这个信心。所以听跟顺服去做，就产生了信心。这个信心就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都喜欢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得到上帝的喜悦，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祝福。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他说：“你非有守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表示说，我们有信心，就会得到上帝的喜悦。信心不是自信哦，信心是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我就能就得到上帝的喜悦呢。然后上帝就说，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必须信有上帝，然后信他的人，赏赐寻求他的人。上帝会赐福他寻求这个上帝的人，所以信心带来很大的祝福。所以按照着上帝耶稣的教导，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爱人。建立爱主的生命，用这个阿嘎别的爱来爱人，然后我们没有清洁我们有清洁的心，有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我们确实做到这样之后，我们深深的爱主的爱人，爱主更深，这是最完全层次的信仰的爱，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的爱，我们也得用耶稣的爱去爱人。因为实质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分享我们的马街，我们马街牧师，他真的是爱我们台湾，爱到整个生命。他爱这个台湾，他娶台湾人，然后他死后他也葬在这个台湾。然后因为他有这个
真实的爱。所以这样，他以前的只有拔牙的牙科，他现在已经整个发展到马偕医院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医院，他是训练很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他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爱会继承下去，会流传下去。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流落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这一代一代的传，教会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接受的上帝的爱是一个什么？阿嘎贝的爱，不是一个 eros 的爱，不是一个 storge 的爱，不是腓力的爱。有这些，但是很重要的是一个阿嘎贝的爱。求主这个帮助我们基督在爱，在受苦当中爱我们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受苦定十字架的爱我们这个马偕，他也效法基督在受苦中爱我们。他有一句话，这个来讲的很真实的对爱主爱人的心。他说：宁可烧尽，不使这个腐朽这个就是什么？台语讲，宁可烧了，无爱互休烂，休烂会安那？腐烂的会什么呀？会生虫。但是他这个爱人他没有生虫，他是会生出爱来。这个就是马偕博士他这个宗教精神，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爱主更深的生命。我们让他把这个爱继续在我们教会能够这个继续的发扬下去，这个能够继承下去，能够流落到我们社区让很多人更接触到上帝的阿嘎贝的爱。我们一同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能够通过你的真理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爱。这是爱加倍的爱，是一个 storge 的爱。这个爱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蒙福。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主你的爱，也让你的爱继续来充满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咱起立来吟圣诗，愿我为哪听你。
犹原勇敢对你来行，一切祈祷无你，那久的那听你，望我听你。望我听你，阿门。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游玩徛伫，这是咱来吟上营第400首。愿主恁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谈，亲像长老活水，伫望雾暗暝看基主的歌。这是咱请季牧师甲咱祝祷。咱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愿上帝一切常常充满伫恁的生活中，常常充满恁的生命中，常常甲恁的彼此的关系同在。互做伙伫教会，饶出社区，互做在社区得着做伙来归应之主，对其教育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来报告以前，我先来介绍一位季牧师的公主季汉碧，吼
欢迎伊来到咱的中间。伊今仔即个开车可能在早即个季牧师来到咱的教会啊，伊是目前嘛是住伫十指伫十指教会咧做礼拜。好，佮接下来咱来大约咱周报来看对后礼拜请有事奉的同工，请咱来第一块看。若奉献有出入请向即个相关的中级来更正。咱今仔日有缘有即个会后有即个小组即个咱遮特别感谢即个今仔是即个文理传道事工的奉献日啦但是后壁无看到咱有迄个看到奉献袋所以咱若要为着即个文理事工传道来奉献不要紧，咱请咱会使后壁看有啥物，咱特别甲注明讲这是要为公报社奉献来放伫后壁我过来咱也多谢即个季牧师今仔来到咱教会，多谢伊。咱为着即个事工继续来带祷甲奉献。第三点咱教会定伫8月17下午1点半就是礼拜日的下午，要伫即个松花区即个民众活动中心举行咱即个运动会啦趣味运动会。即个就是大概就是伫即个即个合工街即个下骹是一个即个敢若专联的专联的迄个全联全联甲专联共款啦。咱请咱准备心特别因为咱有要保险。所以咱一定爱伫8月3日以前来填写迄个报名表，有甲咱保险啦，所以咱来填写报名表。8月初3过就无法度请咱注意即点过来咱特别咱伫遮嘛为着即个洪兆庆兄弟来带祷啦而且目前人昏迷真恶得醒总是。家属嘛是伫毋甘甲要取得的中间会遐真歹的选择，所以咱为条件兄的灵魂、身体来祈祷，互因的家属而且嘛会当得到安慰咱为咱各足侪兄弟，王彩云姊妹啦、王晶晶佫有阿嬷迄个过月5因咱也继续来为遮个人祈祷以上。这是咱请叶长老来，有无？解说这个使徒行传的。亲爱的平安使徒行传，咱这礼拜已经已经到最后了这个礼拜已经到最后了，再接着就是撒母记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的时候，他要回去以前呢，在米利都那个地方他跟那个有手的那一些教会的负责人跟长老，请他们来，然后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抱着在那边哭了在那边哭。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说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们。保罗后来因为也有那个先知雅加布跟他讲说保罗你这一次去一定会带着锁链叫他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因为神跟他讲说你这一次回去就会带着锁链，要为我在耶路撒冷跟在那个罗马为他做见证。到最后保罗还特别讲，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他还特别讲说他要到罗马去，因为神有跟他讲，他要在凯撒面前为他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一生他为了神的工作他后来他在那个亚基帕王跟他亚基帕王跟他讲说，你可以讲说
到底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纷乱啊？为什么犹太人要抓你？结果他特别讲，就再把他到大马士革那一边被神光照以后，然后神跟他讲说，那个地方啊，特别讲到说，你起来站着，这跟以利亚一样啊，你起来站着，哦，跟那个以西结一样，说你要起来站着了哈，起来站着，你起来站着，跟以赛亚也是一样，以赛亚说你起来哈腰啦，哦哈大又哈大，起来站着，神跟他这样讲，就是跟他讲说你起来站着，然后跟他讲说他要成为神的器皿，然后把那个福音传到外邦去，而且要在那个国王的面前，在那边皇帝的面前为他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有一句话，就讲说，神特派他，然后要把福音传给他那一些人，让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从魔鬼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进入光明之地了，而且与圣徒同得基业。这个是《使徒行传》后面里面他特别这样讲。保罗也确实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为了这样来传福音了。到最后呢就有殉道。这里有一个让我蛮感动的，就是说他在那个罗马地方虽然在那边被软禁了他还可以接见人，说凡所有到他那里去了，他就都把那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们讲，而且讲清楚了。这样有2年之久。当时罗马是全世界最繁荣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听了福音以后，就把福音广传到全世界各地。因为透过那个五旬节以后，就把福音广传了，所以我们知道可以看出来，那个保罗为了神的缘故就如季牧师今天所讲的了，就爱主更深的时候，他特别这样讲，他特别把这个福音来广传。这里我题外话讲一下上个礼拜2回到南部去嘛为了因为教会要开拓的施工，去找一位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本来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其实蛮厉害的他为了神的缘故也一样去读那个神学院，后来就到处传福音了他到处传福音，他是一个自由传道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让我实在怎么讲，又难过又，一共那时候还没有 ATM 嘛他没有钱到那种程度了，到那个邮局里面去领钱，领多少钱呢？领50块了。领50块，没有 ATM 的时候，你还要写嘛？写说你要领多少钱？他说领50块。他说可能从来没有人在那个邮局领50块。然后他接着讲，因为他没有钱，但是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曾经3、4个月假臭米胶盐嘛，假臭米这个糙米饭，然后呢加盐巴，这样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为了传福音，为了在台西那个地方传福音在我们那个附近在我们隔壁村其实我不知道他是那样子的，我不知道。我认识我们家人都跟他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样。但是他为了传福音，所以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说，确实的有很多人为了福音的缘故爱主更深了，确实为了这样的时候在传福音。使徒行传我们没有错，其实使徒行传讲的10章以后都讲保罗嘛，其实还有很多人到处去传福音不是只有保罗，所以福音才会广传到全世界这个时间也一样，有很多人为了神的缘故在传福音，他是无名的传道者了无名的传道者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知道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最好的好消息传给别人传给别人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各方面，其实最重要的是用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来彰显神的荣耀谢谢。这些咱来做避讳前的密祷。
行平安礼。